标题第47/2017，繁体在哪里？韩文字体为何愈来愈小呢？因为是初学者，没办法一眼辨识，可否把韩文字体放大一些？谢谢。标题第3集很有现场上课的感觉。标题第4集11/2017，飞行保罗，非常棒，谢谢。第3有9个项目，Dollar Attack International， 236.900万位元底。Category 连结教育 ，Compatibility 需要 iOS 8.1或以上版本，与 iPhone、iPad 及 iPod Touch 相容。Language 繁体中文。Rating 分级为没有韩语圣经。Copyright Trans Price 真用心，那么多手机 App 程式，手机应用程式啊，学习朝鲜语6000单词，已安装了。第3有2个项目连接 Developer Website， 还有翻译耶，连接 App Store 离开清单。韩文的翻译耶。标题第2集这果。第3有1个项目标题第3集 Family Play， 标题第4集 Up to 6 Family Members will be able to use this app with family sharing images， 离开清单。标题第2集韩语也有中文字典。连接新偶，连接标题第3集听写51，连接标题第4集教育，连接标题第3集每日一句学英文正体中文版，连接标题第4集教育，连接标题第3集国中小学生必备单字1200。学日文，学韩文。请注意 This app is only available on the App Store for iOS devices。 现在是要学韩文。请注意 This app is only available on the App Store for iOS devices。 现在在找那个手机程式学韩文的呢，每日一句学韩文啊，正体中文版。免费学习33种语言啊！怎么有这种能力啊？这是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做出来的手机程式啊？用连接的吗？连接到哪里呢？如果是YouTube 影片播放清单已经有做的是英汉字典，超级简明英汉字典有声书。学英语的啦，英汉字典有声书，前面念英文，后面念中文，做成影片然后送上 YouTube， 建立播放清单。那如果世界上各国语言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做，都可以连接到影片播放清单。新的手机只要一连接就可以连续的播放全部的播放清单里面的影片，不用常常在盯住那个手机的萤幕画面。不必的操控按一下才会有声音，还可以有离线就可以学韩语，真好用啊！离线可以学韩语的，真好用。学韩语6000单词那个已经下载安装了。韩文40音啊！刚刚搜寻的是每日一句学韩文。还有听有声书啊。
哦，还有这种，你看，好像是听英文的呢。Listen audio books。哦，手机程式那么多。还有听圣经的嘞。哦，那应该也可以听那个45经的。还有小说免费大全，小说免费大全。哦，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手机程式 APP 呢，这么多内容。你看，有声读物英语的。免费有声读物哈，你看，这是有声书的那种。哦，手机软体程式这么多。哦，5万本免费的电子书啊！哦，你看这种。这种啊，这个手机程式有这么多呢，竟然有5万本免费的电子书啊！你看这个了，5万了，Free eBooks的哦，TED 的也有了，这是要学习语言的。TED 是很有名的那个演说的影片频道。演说频道哈，专家演说的频道 TED， 英语演说的频道 TED。内容真丰富啊！竟然还有小说大全，小说免费大全，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是要了解说它是怎么做的。竟然还有这种有声书啊，是彩色漫画的嘞，西洋的嘞哈，有声书啊，你看听声音的书 ，Listen audio books。My favorite books，我自己喜欢的书，然后1到30、31到60、61到90、91到120、120到150。English interview share this app about exit。你看你是设计那个连结啊，设计连结引导到那个连结。这要怎么做啊？看有好多个连结，每一个连结有几十本的书啊。还有图啊，还有英文字。每一次连结进去看有30本60本左右，都有图。用黑白的比较节省档案空间呢。然后有字、简介。你看一次连接进去就30本。你看有声书呢，看人家怎么做有声书。
看看它是怎么做的了。按进去，按进去以后怎么弄？哦，听呢哦，它真的有字的呢，有字应该这个是网页的，然后有超连接，超连接可以听那个英文呢。哎呀，很进步哦。有声音吗？看，要等它下载声音出来，然后会念吗？会念这段文章吗？ 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 by Charles Dickens. Chapter 1, The Dawn. An ancient English cathedral tower. How can the ancient English cathedral tower be here? The well-known massive grey square tower of its old cathedral? How can that be here? There is no spike of rusty iron in the air between the eye and it, from any point of the real prospect. What is the spike that intervenes, and who has set it up? Maybe it is set up by the Sultan's orders for the impaling of a horde of Turkish robbers one by one. It is so, for cymbals crash, and the Sultan goes by to his palace in long procession. 10,000 scimitars flash in the sunlight, and thrice 10,000 dancing girls strew flowers. Then follow white elephants, caparisoned in countless gorgeous colors, and infinite in number and attendants. 是哦，不错，已经这么进步了，学，你看有声书了哈，进步。 好进步，好进步！学习韩语免费的呢哈。还有学习韩语免费的。5万本哦，5万本免费的书，还有声音的书啊，有声书。哦，都很进步了，时代变成这么进步了。你看这个图，有图有字啊，可以自己选。还有这连在一起的人哦，那连到这个要做什么？要按进去选哦。很多连结呢哈。哦，说有5万本啊，电子书就是要用连结的了。手机 app 也可以用连结到网页的吧？这是什么？这是广告的嘞，叫人家下载的嘞。要小心，那个不是我们要